正道请陈牧师，伊要传讲的信息是祝福的团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分享大声，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。自比灵敏，创造、修饰一切的天父上帝，阮卡木。我嘛欣赏你的信心临在一阮的中间，亲像早前你的神常常甲先知相甲伫地，亲像新约的时代，你的神常常感动引带这的正使徒，特别你的神甲主耶稣基督，你的圣囝也相甲伫地。通过你的信心，会引带感动，伊常常顺服伫你，照你的教示安尼来行踏，将福音传遍到即个世间。主上帝，答阮也需要你的信心，甲阮相甲伫地，充满阮，互阮伫分享的中间，对安尼来得到启示甲亮光，通好成做阮生命的帮赞以及快乐。阮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你，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每一届做礼拜，做到后面的天数，拢有一个祝祷，对无？啊，若不是讲到祝祷，咱就想讲啊，礼拜要来结束啊，对无？拢毋敢讲，啊，就对啊，啊，就是结束啊，对无？无毋对，伊是礼拜结束，总是嘛是一个开始。礼拜结束，总是咱信仰生活的开始，是咱受差遣出去传福音的开始。所以一只结束嘛，对这来开始受差遣出去。祝祷就是牧师为着咱正信徒来恳求上帝的祝福的一个祈祷。恳求上帝，互咱正兄弟姊妹带着上帝满满的恩典甲福分，通好走出去，分享互更较侪的人。上时祝祷嘛是一个差遣的祈祷，一种差遣的祈祷。毋望互每一个人一礼拜中间所得到的启示甲感动，会当走出去，将福音分享互别人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主耶稣。伊通过一摆搁一摆的祝福祈祷，来教导门徒，互因知影讲，既然为着福音来付出的，安尼的人有主耶稣基督常常甲因相甲伫地。主耶稣也传承互门徒，通过即个神圣的临者交杯，也就是圣餐，来坚固因的信仰生活。上时互因的祝福的祈祷。是主耶稣为着受差遣出去的门徒，互因一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拢有主上帝的同在甲保守。咱的圣经若是显的，咱就来看，大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。虽然每一个部分，牧师刚有采取一节的部分，总是咱来看前后文的这个部分。大先咱看第一部分，这门徒。看起目前的一个困境，因看起目前有一个困境，然后将这个问题交托给主耶稣。门徒看到啥物困境甲问题？有几个人？5000个人。这是门徒看到的困境甲问题，因交托给耶稣。总是耶稣反转甲门徒讲：“恁无问题啦。”恁有法度啦！门徒的本意是要叫耶稣讲：耶稣，列比，你互遮的群众线开，互因家己去想办法食物件，互因家己去为着大的所在想办法。总是耶稣在门徒讲恁互因食，恁互因食。然后门徒甲主耶稣因的列比。回应讲：啊，阮敢有5块啥？啊，2尾啥物货？2尾鱼。
是主耶稣去脚踏伊的门徒吗？伊哪毋知影讲，遮个门徒剩路底顶两尾去？啊，著明镜知影，敢有剩遮个是安那倒要调整伊的门徒？请问咱伫为着教会基督的中间，咱伫大道的中间，咱会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你无才调啦！主耶稣，你无法度啦！教会有200-300人，啊，团契有几啊10人，每一区有几啊个家庭，你敢顾会了？主啊，你著互因家己想办法就好啊！敢有人会安尼甲主耶稣祈祷？甲主耶稣讲：啊，你无才调，你无法度，你无办法。咱会甲上帝安尼祈祷吗？袂嘛。这个门徒来到因的列比耶稣面头前，甲因的老师表示讲：这个旷野的所在吼，啥物货都无啦。因的目睭注目看主耶稣，然后耶稣讲：无可能啦。无可能啦！伫迄个旷野，门徒敢只有5块饼2尾鱼？是因的目前所看到的只有5块饼2尾鱼吗？因咧看啥讲话？这个门徒是看啥讲话？所以因只有5块饼2尾鱼吗？因都有送甲因3个弟弟。拢袂晓讲，送甲伊3个弟弟，主耶稣甲因3个弟弟，伊是创造万物、收拾一切的主。主耶稣爱伊的学生，这个门徒小看卖啊！恁安尼一路军队我到遮，恁所有的敢只有恁的袋仔内底遐个饱足腹肚的物件尔吗？这个门徒军队主耶稣一路行到呾。安尼为着人医病赶鬼，甚至互死人割活，结果一只为着食米腹肚的问题，主目看耶稣讲：你无法度啦，你无才调。总是主耶稣并无啰嗦，伊直接用行动来教导伊的门徒，或者门徒甲伊做伙同工的中间，通意识到讲，因毋若有5块饼。2尾鱼，伊都有送甲因3个弟弟，因都有主耶稣甲因3个弟弟。煞者咱来看后一段的经文，主耶稣互5000个人食饱，总是伊是互门徒来食卡。咱后一段的经文就是记载最后的晚餐，伫即个最后的晚餐，门徒。领受的是食卡无食饱，即句敢捌听过？捌听过请举手。好，啊，毋捌听过请举手。好，食卡无食饱的意思就是食卡无食饱啦。这个卡就是巧的意思啦，意思是讲你爱去食迄个内涵啦，你爱去食迄个内涵，毋是食粗饱的。意思是讲，主耶稣一只所设立的这个圣餐，毋是为着咱的腹肚皮，是为着咱的灵魂。所以圣餐这个啉者交杯，若是为着灵魂的话，咱毋若是用嘴来食，咱来用对答来领受。用对答领受，特别人讲，等下爱用心领受。这个搬过节晚餐是通过食来纪念上帝对因的救恩，通过啉食的交杯来认定彼此拢是上帝所疼痛、所竞选要拯救的人。这个晚餐的内容有无甲饼，有浮的羊羔，有苦菜。这个角就是发角的这个角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象征罪的存在。所以食这个无甲饼，代表的是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。搁这个受苦的是啥？这个受苦就是受台油膏。所以当因食这个受台油膏的时，是要来纪念油膏所流的这个血，
互因来得享上帝的受气。我想这个典故，咱伫出埃及记拢知影讲，上帝伫出埃及的这个中间，第10灾是啥物灾？第10灾是啥物灾？毋是黑暗，互中囝安那，大囝安那死亡。因为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将油火安那抹伫门楣，所以因得享过上帝的这个受气。佮苦菜，啥要食苦菜？是要互犹太人世世代代来知影讲，上帝怎样拯救因的祖先，来脱离这的苦难。当然，咱看起这段经文，主耶稣伫家己主持的这个搬过节的晚餐，只有无甲饼、甲葡萄酒，并无浮的羊羔，嘛无苦菜。因为主耶稣将伊家己当作是迄个准备受台的羊羔，佮伊所留的宝血，要来掠看拯救遐伊所预定要救的人。伫这中间无食苦菜，是因为迄个时阵罗马帝国的统治，犹太人倒一届进入伫苦难的中间。主耶稣伫旷野的所在，挑战门徒，爱因互5000个人食，煞接伊家己一即个搬过节的晚餐，伊将伊家己互门徒食，互门徒啉。这连续2个有关食的教示，主耶稣是咧教导伊的门徒，即个福音的内涵。意思是讲，这个门徒未来出去，毋是分享遐个看会到、摸会到的物件，因要分享的更较重要的是，迄个看袂到，却实实在在甲人相甲伫地的主耶稣基督。伊是丰富甲守事的主。主耶稣通过这个饼甲杯，要教示伊的门徒伫啉食的中间，爱不时彼此来提醒。既然因的老师已经将家己互因来食，安尼这个门徒未来嘛爱将家己互别人食。检查这个门徒伫当时，实在听无耶稣是咧讲啥。因为信心还未降临，因未晓悟到底主耶稣通过这个行动，要教导因，要传承互因的是啥物？不过通过一旷野75000个人安尼一个经验，以及搬过节晚餐安尼一个主持，主耶稣一直按门徒来表示一件代志，伊本身就是这个门徒上界重要去甲人分享。宣传的代志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伊是基督，是救主。主耶稣伊怎样放杀家己救人，伊的门徒嘛在学伊的款式，相共款放杀家己来救人。主耶稣放杀家己的性命，那安尼，伊的门徒愿意为着人来放杀啥物？何通来救人，帮助别人？咱若边人讲，你愿意付出啥，放杀啥？伫旷野的时，主耶稣按门徒讲：恁互因食，恁互因食。恁敢知影原底伫即个旷野5块饼2尾鱼是送的晚餐？是送的晚餐？啊？咱今仔看的是马可福音对答来的囡仔，路加福音啦，毋是马可啦。你毋通逐本福音书拢连做伙看。路加福音无迄个囡仔。咱先将脑袋里面的小孩子拿掉。来，咱看经文，路加福音本底迄5块饼2尾鱼是送的晚餐，门徒的晚餐嘛。所以门徒去甲因老师讲，赶紧的，阮着加5块饼2尾鱼，5000个人，赶紧互安怎？散开嘛！啊，门徒得当休困啊嘛，得当来享受5块饼2尾鱼的晚餐嘛，对无？结果因的列比讲，无咯，
恁互因食。煞食这问道，敢有法度休困？无通休困呢，爱继续付出因的精神、因的体力，然后入耶稣的边啊。耶稣将这个饼摕起来，掰了后，往天祝谢，然后将祝谢了的这个饼传予门徒。请问这个门徒将这个祝福传落去了后，5000人敢有食饱？总是因家己敢有得到食饱？门徒家己敢有得到食饱？唔通讲无呢？所以唔那因伫即个传承分享的中间，唔那别人食饱，家己嘛得到食饱。阿门。打入即个半过节的晚餐，主耶稣一定将即个恩典甲福分传予伊的门徒。门徒责任就是通过即个圣餐，常常彼此提醒，爱将即个福分恩典，就是福音继续传落去。是毋是耶稣通过伊的割腕，互门徒会当体会到讲，因所传的这福音是超越的，是一个互人得到望甲能力的福音，是互人对生命有动力、有信心的一个好消息。咱来看后一段的经文，主耶稣伫第三日割腕了后，去到蒙地的妇人人，因找无主耶稣。总是一天煞会看面下面，因正来想起讲啊，对，主耶稣伊捌讲过家己的受难以及割腕的代志，因正想起来，因一天煞会看面内底因想起来，两个门徒一前往以马五斯的一个路人，因伫即个半中途拄到一个青云人。甲因做伙讲话，甲因做伙行，然后甲因做伙食晚餐。总是当即个青云人将饼摕起来，掰开祝福传予因了后，因才来想起讲：哇，原来头仔甲因做伙行，甲因分享圣经，佮掰饼予因食，迄个青云人，就是割我的主耶稣基督。咱人一软弱的时，毋那是通过宗教的这个仪式来得到信仰的坚持，咱更加需要天使的帮助，咱更加需要信心的同在甲感动。这个门徒因为耶稣的死完全失志，因将耶稣交代予因传福音的任务忘记了，因嘛无搁去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。总是割腕的主耶稣，甲因做伙食晚餐了后，因就受起耶稣交代予因的任务。今仔日，咱拢是基督的门徒，咱伫通过每一届的圣餐的时，咱拢爱呼求信心，上帝的神、基督的神，甲咱同在，甲咱感动，伫咱领受的中间，毋若来告别主耶稣伊有割腕。安尼事实，嘛在倒一届来想起主耶稣交代咱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甲任务。每一届的圣餐，毋那是纪念耶稣的割腕以及伊的牺牲，嘛来提提正兄弟姊妹爱合意以外，有一项更较重要的，就是倒一届受到提醒，咱得到福分，得到恩典，毋是家己享受尔。咱该安怎传出去、分享出去？另外一方面，嘛通过这个饼甲杯，倒一届来反省家己，伫看上帝话、读经的中间，敢有信心甲咱同在，互咱晓悟，互咱的心会当得到火热。另外一方面，通过饼甲这个杯，嘛来反省咱家己，敢有去传福音。招呼愈较侪人做伙伫即个神圣的临正中间，做伙来交陪。这也是为虾米主耶稣伊要用8饼的临正交陪，来互伊的门徒来认出伊。因为圣餐的用意，就是互信仰的团体伫临正的中间来告别主耶稣基督的割腕，
以及伊要过来的即个信心。上司嘛要来兴起门徒传福音的即个热情，敢有积极将伊所得到的福分甲恩典分享出去。咱倒来看后一段经文，最后主耶稣要就天进前，伊伫门徒面头前食一块腐的鱼，他吃了一条烤的鱼。伊是要做这个动作，各位主耶稣巴肚会枵吗？无，伊只是要来表示讲，肉体割我这件代志是确实实的。阿门。上时主耶稣开因的心窍，互因明白圣经，甲因交代讲啥物代志？甲因交代讲，你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传悔改来得到赦罪的道理，对耶路撒冷传到万国。恁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。我要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予恁，就伫即个城听候，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。主耶稣直接交代因爱去传福音，听候信心降临的代志了后，倒一摆野手甲因祝福，祈祷甲因差遣，耶稣就就天。接下来咱来看《使徒行传》。这个心已经开窍，受差遣的门徒遵喊主耶稣的交代，因大成一耶路撒冷城，听候圣神的降临。当圣神降临充满因了后，因开始用别国的言语来宣讲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。特别是彼得，咱看去讲，伊将主耶稣是救主，以及咱人爱悔改。爱受洗礼来得救的安尼的道理，传予众人听。众人听了后，心得到刺激，因为有信心的感动，因就来接受洗礼。因伫这个洗礼的中间来认罪、来悔改，通过这个洗，因的罪得到赦免。然后受洗礼了后，这个信徒开始来过教会的团契生活，常常通过擘饼。啉这的交杯来传承主耶稣互因的使命，就是爱常常互相提醒，咱爱受耶稣的差遣出去传福音。佮为着这传福音的使命，因伫这中间常常彼此代祷，互相祝福。其实，这的信徒伊伫受洗、参与这的教会聚会、团契生活了后。因一定得到上好的福分了。因一定得到上好的福分了。这个福分是啥物？一未来，因要得到肉体个活。甲恁边仔人讲，你要得到肉体个活。除了肉体个活，因得要得到永远活的快乐。甲你边仔人讲，你要得到永远活。所以每一位受洗的信徒的福分是未来，都是得到肉体安怎个活，以及永远活的这个喜乐甲活命，对无？有阿门无？无阿门，毋信的你会当行出去啊！恁检毋是就是较无安尼代志，坐伫遮礼拜敬拜上帝吗？对无？啊，总是迄是未来啊！伫即马咧，伫即马检毋是因为团契生活。咱会当直接享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疼吗？检毋是因为团契生活，咱会当看去天国的这个形模，会当看去上帝国的这个蓝图，咱就欢喜一只彼此付出、彼此牺牲、彼此服侍，来建立这个上帝国。检毋是，咱伫未来有稳定等咱，咱伫现今一教会嘛有这个稳定一只享受。总是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讲通只有家己坐一只享受尔。讲通，主耶稣有交代，安尼稳定甲福分爱继续传落去，也通过圣餐，搁一摆一摆用饼甲杯来纪念主耶稣对咱的付出。上时当咱摕到饼甲杯的时，嘛来反省咱家己。
主耶稣有安尼来牺牲付出，啊那我家己为着人来付出啥物，牺牲啥物，奉献啥物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相信每一个礼拜拢有你信心的同在，拢有你信心的运行，拢有你信心的充满。答阮今仔日得到教示，在即个圣礼典的中间有洗礼式，嘛有圣餐式。愿主你的神通过即个洗礼式，互每一个在你面头前来个别信仰。即个教会真做一体的众兄弟姊妹，会当明白家己一定承接传福音的责任甲使命，嘛通过圣餐做一摆来纪念主耶稣你的付出，嘛来反省家己，到安尼相款来付出甲奉献。愿主你的神来掌管等下圣礼典的整个过程，拢有主上帝你的掌管、你的祝福、你的启示，甲阮三个伫地。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。圣礼典，请牧师。即点，咱要来举行圣礼典。大声来举行这个洗礼式，咱先开圣诗354首，咱等下坐咧吟。圣诗354首，咱人既然带罪出世，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心，嘛来协助今仔日要来洗礼信仰个别的兄弟姊妹，咱做来吟。咱人既然大罪出世，就像魔鬼逆天之意，叫天意断着受刑罚，我靠家己袂得脱。等。直接来邀请今仔日要来接受圣灵洗、献圣礼、信仰个别甲小儿洗，或者是兄弟姊妹甲囡仔。圣灵洗是尤祥林、白洁玲、潘培恩、宋继堂、黄伟霆，请因来出列。接续有更新的部分是柯怡婷甲柯宏斌，嘛请出列。过来都有小儿洗礼，黄米菲，就是玉汉甲戴文的即个囡仔。当然，伊家己袂晓家己行路啦吼。
后来最后就是这个信用个别尤翁斌甲陈美智。好，这点咱拢做伙出列。咱大先来进行这个心灵洗礼的部分。好，徛遐就好，免紧张。啊，若手酸会当轮流抱，不要紧。直接来宣布，恁得到帮山是我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，还袂就天的大神有讲：天顶地下的权一定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信神的性命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着驾驶因手，搁我日日要教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。伫五旬节，彼得传福音的时，对听伊的话有讲。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教互恁的罪赦免，搁要受信心的手术，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拢总远远的人，就是记拿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。亲像迄时，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，搁受洗礼，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，恁着深信。恁若真实反悔，个别你的信仰，搁伫恁的名来受洗礼，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会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，搁表明对信心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。当恁要受洗礼，恁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来个别恁的信仰来应答。我要问的，但请咱头前的这5位。尤祥林、白洁玲、潘培恩、宋继堂、甲黄伟霆来问答。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？你有诚心发挥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？恁后壁人敢有听到？好，后一个问爱较大声的，因为你是一正人，甲上帝面头前，吼，毋通袂记正人。恁我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道的本分，你有决定要安尼做也无？这点咱请长老来到帮忙。咱大声来请祥礼，直接用心灵甲信息来领受这个水的洗礼。有祥林，我用水带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。阿门。来，请起来。咱请接领。白洁玲，我用水带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。阿门。来，咱请培恩。潘培恩，我用水带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。阿门。祭堂，宋祭堂，我用水带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。阿门。好，来，伟霆。黄伟霆，我用水带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神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直接来宣告，愿赐平安的上帝，互恁一尽正生，
佮愿恁的心、甲魂、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阿门。好，咱先往后退，咱来换即个小李的即个洗礼。好来，直接来宣告。有人带细囝来就问耶稣，要互伊摸。耶稣即边因，耶稣看去，安尼大无欢喜，甲耶稣讲：用阮细囝就问我，无得见因，因为上帝国是即款人的。当恁要代表恁的细囝，要来受即个小礼的洗礼，所以真正恁爸母爱代表即个细囝来问即个。来进行这个问答，要代表伊来进行这个问答。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？你着挖靠上帝所授予的规律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道的责任来教示恁的这个细囝，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交陪伊、培养伊，互伊所行。合入上帝教的法度，你有要安尼做也无？愿主祝福恁，甲恁的细囝，帮助恁来守即个约。这点我要用水来甲伊洗礼。毋免着叫清醒，袂要紧。黄米飞，我直接用水来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，咱后来到后面。好，接续就是进入这个更新礼的这个部分。更新礼有这个柯以婷加柯宏斌向前一步。厝所听的洪斌甲怡婷，恁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，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，属伫伊，上帝恩典已经互恁长大成人。当恁伫上帝甲正的面头前，要来接续令恁爸母替恁的个别的即个信仰，来归属伫即个教会，甲耶稣基督正做一体，来重新誓约。要来服侍主耶稣，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，所以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，我要伫我的天灵的爸的面前来认伊。这点牧师要一只搁一只来甲恁问答。以婷甲洪斌，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？你有信心发挥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来得到罪的赦免，也无？你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道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做，也无？甲恁细汉已经受洗，只是恁家己也来告别恁的信仰。我倚靠教会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教的教会、桃园小会官兵来接纳恁，正做陪参的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即个恩典。好，咱最后来请即个更信礼的部分，信仰个别的部分，好，恁往后一步。信仰个别的部分是即个尤王斌甲陈美智。一只牧师邀请咱的众兄弟姊妹3甲7日，因为前因一定是别个教派、别个教会来受洗，总是因要通过即个信仰个别，要来加入咱教会的其中一份子。一只牧师有3个问答，拢是即个使徒圣经，所以问耶稣牧师会分3段来问，会问
用三段来问，咱做伙来即个启应。你有信耶稣基督也无？来，咱该样读使徒圣经，所以牧师一段一段问啦吼。来，你有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爸也无？然后咱来讲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后来第二问，你有相信耶稣基督也无？我信耶稣基督。你有相信信心也无？阿门。所以爱会记住，即个信仰个别的即个使徒圣经有分三段，吼，一只嘛，甲互大家知影。恁既然已经公开表明恁的信，你就诚做即个教会忠实的会员，有份伫因的敬拜甲传福音的使命，通过恁的祈祷甲温书、学习甲侍奉，来实践恁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使命。恁有要安尼做也无？阿门。最后，牧师要来一只宣告：甲恁已经受洗咧，嘛一只信仰个别。我靠教会头，主耶稣基督，以及奉台湾基督教教会甲桃园教会的官兵来接纳恁。不管是一只受洗，还是信仰个别的兄弟姊妹，未来恁诚做即间教会的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，三角啉食。阿门。会长请坐。好，来，咱请咱的即个今仔日受洗以及信仰个别，咱向后转，牧师一个来介绍啦吼。即个圣灵礼的部分是祥林、杰林、培恩、志堂甲伟霆。咱拍谱啊，但恭喜。好，更新的部分有即个。怡婷甲洪斌，咱嘛拍谱啊，但恭喜。信用个别部分有汪斌甲美智。最后小李生的有黄米芬。好，这点请咱的小学员出列来甲握手表示接纳。恭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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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，牧师一只要来代表教会赠送这个礼物，给每一个人啦吼。后来，大圣要送给祥林、来杰林、培恩、好志堂、伟霆。来，怡婷这边，来，这
洪斌，这是哦，有一丝，嘿，美芝姐，哼，可以送花。来，需要这个时候来送花祝福的，有10秒的时间。好，唔免怀疑，教会一家所代表敬善的礼物，就是上帝话圣经。因为上帝话是咱一生的准证，是咱的亏孽，是咱的盼望。阿门。咱倒一摆破声来甲因恭喜。咱礼拜刷较早好无？好，礼拜刷较早。完成这个洗礼式了后，接续咱要来举行这个圣餐式。圣餐式咱献开圣诗369首，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心，超过阮的想象，咱坐咧吟。超过阮的想象，现有所的光明。你身边的临在，阮确实真是恬静。孤孤他想孤寂，当乱了过患。主啊，何等奇妙，伫阮目中叫我。阮要修彻四山，离开受阮心殿，分享阮所体验，你的平安甲稳定，一生正做这段，发出新生光明，点倒找你的人，因心灵的光定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记拿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记拿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要喙焦羡慕伊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。咱嘛往咱边人讲，愿基督的恩典甲你三甲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。
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：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洗你的，既然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要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，咱即点嘛来学习主耶稣的即个款式，是领受饼甲杯进前，做伙来感谢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答阮今仔日对圣经来得到教示，即点阮着要遵照耶稣传承福愿的圣餐，要通过即个饼甲杯，倒一摆来想起主耶稣你所交代福愿传福音的使命，倒一摆来孝念主耶稣你怎样牺牲家己，嘛来反省家己敢有够野的奉献甲付出。愿主你的神伫阮领受的中间启示阮、感动阮，着兴起阮倒一摆的热情。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恁逐摆食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即个饼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为着咱来拍破的。每一个食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你我的罪来拍破牺牲的。每一个食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咱请长老。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来回想头过讲道的信息，咱来反省，咱每一摆读圣经的时，敢有恳求信心的降临，甲咱帮助，互咱晓悟，互咱重生有热情的心。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来想起主耶稣交代互咱传福音的使命。咱有尽力去做无？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来思想安尼的代志，咱来祈祷。摕到饼的时，咱家己来三思，来祈祷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为着咱来拍破。咱逐摆这个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主耶稣也旁边讲：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主基督的血来设立的。咱大概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设立的。咱大摆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咱请长老。各位兄弟，当咱摕到杯时，咱倒一摆来孝上，来孝念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，伊拍破伊的身躯，伊流出伊的宝血来掠看咱的罪，互咱甲上帝得到更好，互咱得到更活甲永远活的即个福分。总是主耶稣安尼牺牲。咱到学习伊的款式，咱为着福音的缘故，咱到底付出偌济，咱牺牲偌济，咱奉献偌济。当咱摕到杯的时，来孝念主耶稣的付出，嘛来反省家己，为着福音来奉献偌济。当咱摕到杯的时，安尼来反省，安尼来证明。各位兄弟，
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来设立的。咱逐摆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咱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要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个伫地。咱嘛愿咱饼的人，大伊祝福，讲愿基督的平安，甲你三个伫地。咱做来感谢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通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这个圣餐，阮倒一摆受到提醒，自这个擘饼祝谢的过程，阮来想起你对阮的呼召。在这个擘饼的过程中间，阮来想起你对阮的期待，就是你将传福音的这个责任、使命交代伫阮。我嘛通过啉这个杯，倒一摆来纪念你的牺牲甲付出，同时也来反省家己为着福音到底付出偌济，奉献偌济。感谢主上帝。通过圣餐，安尼一个属灵交陪，得当互阮得到主上帝你的恩典、福分，也得到你的提醒。愿阮一只所领受的一切的好，通好一祝福，祈祷呈现出去了后，继续分享，传互愈较侪的人来知影。愿主你的神帮助阮，引带阮头前的道路。愿安尼向你祈祷，恳求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的圣餐、圣礼典就到这。接下来，咱来进行奉献。咱请陈秀信甲刘泰山来举行这个来负责这个书献。我先帮你收。会众请起立。希望到你心顶，健康白白受稳定。虽然报答
报告大声，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伊有所书4章4到第5节。因为体一个，神一个，亲像恁受召的5万，也是一个；主一个，神一个，洗礼一个，请。因为体一个，神一个，亲像恁受召的5万，也是一个；主一个，神一个，洗礼一个。伊有所书4章4到5节。因为体一个，神一个。亲像恁受召的5万，也是一个；主一个，神一个，洗礼一个。伊有所书4章4到5节。咱来看周报第1页，澳洲出席澳洲服侍人员，咱请家己注意来看。周间的聚会、团契、各项团契，甲教育部的课程第2页。第3页是各区聚会的情形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大岛伫第4页，奉献的明细伫第5页。消息报告：本主日举行圣礼典，第一场圣餐食，第2场圣餐食甲圣典，请兄弟来备办心。第2。下晡2点，今仔日的下晡2点，伫4楼的礼拜堂举行妈妈合唱团甲社区才艺成果的发表会，请会友欢迎会友一同来参与来欣赏，其中嘛有济的慕道友伫即个中间，伫下晡2点4楼的礼拜堂。第3，即礼拜就会来发伫周报的顶面有后半年的行事历，甲各团契小组的聚会表。后主日是总会事工的奉献主日，请为这个事工来大岛奉献。伫第二场礼拜了后，伫4楼召开财团法人董事会，请新任的董事来参会。下晡1点30分，伫9楼召开主日2的会议，请东港老师各班的班主任来出席。教会消息：年度制团契来监选，请各团契会长来安排时间，甲监选的长老来安排伫9月底进前来改选完成。监选的长老：郑清省略，上年是陈祖德；夫妇团契林章洲；妇女团契于志平；社青团契吴传新；献歌队王浩杰，得胜者陈建州，得救者李文圭，敬拜儿乐陈维民。第2，少年团契伫6月18号签参加双委会35周年的感恩礼拜的兄弟，请迄天上午6点，下早6点伫教会来集合来出发。礼拜地点伫中华溪江公园。下季学校邀请家长、家长来带着咱厝内小朋友来参加即边，即边的时间是迎会是7月3号。其他的消息是合作社今仔日中昼12点7控的合作社理监事会，请理监事来出席参加，来请牧师来介绍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牧师直接来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。第一位是吴耀宗兄弟，是咱的中间。好，所以边仔这位是黄树峰吗？安尼好记着吼，是细囝吗？孙仔吼，好，咱嘛小共款，大家拍鼓啊，大家欢迎。好，后一位是即个黄树峰兄弟，是阿伯，咱拍鼓啊，大家欢迎。好，这点牧师嘛来介绍今仔日的新人啦吼。今仔日的新人有尤祥林、白洁玲、潘培恩、宋继堂、黄伟霆、柯怡婷、柯宏斌、尤翁斌、陈美智、
黄米菲，这拢是新人。啊，恁还有反应爱徛起来啊！好，请坐。我知影因心内想的是，我一定来教会足久啊，那是新人啊。总是通过即个是上帝甲众人的即个洗礼，也是讲信仰告别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互咱继续为着这兄弟姊妹来斗协助、斗代祷、斗关心。阿门。阿门。上扬396首，打马散会求主赐福。听这请起立，吟全首。打马散会求主赐福，互阮心中上快乐。大家家连亲爱好切。欢喜准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经过风野主带路，勇敢权柄归主生命，总愿心志免惊吓，真理传播宝贝修行。世界为主做见证，做主见证，做主见证。无论倒位做光顶，教会分享对阮做义，所受灵恩那加添。阮的信心叫做帮赞。那古那在阮无限，阮的无限，阮的无限，高能充满全世间。当咱要受车牵出去，达所在来传福音，咱大成一者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。以及信息的相通引出，甲咱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电乐。咱请咱的平安礼，咱请咱的厝边隔壁讲，生日愿你平安。咱所有的新人吼，甲小会员老婆，较等下要翕相。